人工智能秒股的賺錢必勝方法。AI 在股票投資中的應用與賺錢方法。1. AI 選股系統，數據驅動的投資決策。AI 選股系統通過分析大量數據，如財報、技術指標、市場情緒、新聞等來篩選潛力股票，幫助投資者找到高回報機會。以下是具體方法：基本面分析。AI 可以快速分析公司財務報表，如本益比 ROI、新聞事件，如扣財報法等，判斷股票的潛在價值。例如 Finatic 和估值等平台使用 AI 引擎，結合歷史數據和實時市場資訊，為股票評分並推薦高潛力標的。技術分析 AI 通過機器學習識別 K 線形態、趨勢線等技術指標，預測股票短期價格走勢。例如 TrendSpider 等 AI 交易工具可以自動化技術分析並生成買賣信號，適合短線交易者。案例：日本 SMBC 日興證券的 AI 股票投資組合診斷工具，通過深度學習分析10年以上的股價和結算數據，為客戶推薦投資組合，據稱可讓資產在10年內成長13倍。該系統每月重新平衡投資組合，根據預期收益排名選股。2. 量化交易與高頻交易 HFT。AI 在量化交易中通過數學模型和機器學習生成自動化交易策略，特別適合秒股這種快速進出場的交易方式。原理 ：AI 分析歷史和實時數據，如價量、3大法人動向、市場宏觀數據生成進出場信號。例如量化交易策略可能篩選出具有超額報酬的因子，如低波動高成交量，並通過程式自動執行買賣。案例：佛大金融系研究顯示 ，ChatGPT 在分析新聞對股市影響時，預測正確率達51%。通過買進利多股票做空利空股票，實現累積報酬。這種策略特別適合當交易因災能快速處理新聞並生成交易信號。工具 Hoops AI、TrendSpider 等平台提供 AI 驅動的交易信號和自動化交易機器人，支援股票、ETF、加密貨幣等多種資產，適合高頻交易者。3. 風險管理與投資組合優化 AI 不僅能選股，還能通過分散投資和動態調整降低風險，特別適合追求穩健獲利的投資者。方法 ：AI 可根據用戶的風險偏好，如保本或積極成長，推薦投資組合，並定期再平衡。例如 SMBC 日興證券的 AI 工具會根據客戶持股和市場情況，建議調整投資組合以優化報酬。案例：FINDER.com 的實驗顯示，ChatGPT 選股組合在2023年3月至4月的表現4.9%回報率，優於英國多數投資基金，平均虧損0.8%，顯示曬在短期投資組合優化。4. AI 概念股投資，跟隨趨勢賺取波段利潤。AI 熱潮帶動相關概念股，如輝達、台積電、微軟大幅上漲。投資者可通過 AI 分析這些股票的走勢，進行波段操作。熱門標的：美股輝達 NVDA 2023年漲幅超500%，微軟 MSFT 投資 OpenAI MetaMatter 應用 LLM 技術。台股台積電2330、華晶科3059、昆盈2365，受 size 服器和晶片需求推動，近期漲勢強勁。案例：輝達 CEO 黃仁勳訪台時，台積電和相關 AI 概念股如金像電因市場預期而飆漲，適合短線進出。秒股應用：利用 AI 工具監測新聞或事件如財報法、政策變化，快速買入受惠的細概念股，捕捉短期漲幅。討論 AI 投資的優勢與挑戰。優勢： 1. 高效處理數據 AI 能在秒級內分析海量數據，如財報、新聞、社群情緒，比人類更快發現機會，特別適合秒股的高速交易環境。
二、消除情緒偏見。AI 不因市場波動而恐慌，能依數據執行策略，減少人性化錯誤。三、自動化執行。AI 交易機器人如 Stock Hero、Tikron 可自動執行買賣，節省時間並提高效率。挑戰一、數據質量問題。AI 的預測依賴數據，若輸入錯誤或不完整數據，如假新聞或操縱性 K 線，可能導致重大損失。二、黑盒子問題。AI 模型的決策過程，如機器學習演算法，常不透明，投資者難以理解或優化策略。三、市場競爭。隨住機構廣泛用 AI， 散戶與大型機構的資訊差距可能拉大，快速交易的利潤空間被壓縮。四、法規限制。在台灣，AI 全自動交易機器人理財受限，需人工確認，影響秒股效率案例舉例一，佛大研究團隊將新聞數據輸入 ChatGPT， 分析對股票的影響、利多、利空，並進行模擬交易，結果顯示51%的預測正確率，累積報酬可觀，適合短線操作。應用。投資者可利用 ChatGPT 或類似工具，如 Grok 分析即時新聞，快速判斷買賣時機。二、SMBC 日興證券 AI 工具，該工具通過深度學習分析10年股價數據，預測未來1個月收益排名，幫助客戶構建投資組合。2019年上線半年，吸引4萬用戶，顯示 AI 在投資決策中的吸引力。應用。投資者可參考類似工具，如 Finatic 估值，每月調整持股，實現穩健獲利。三、台股西概念股熱潮，輝達 CEO 訪台帶動台積電2330、華晶科3059等西概念股上漲。AI 工具可預測此類事件驅動的短期行情，適合秒股操作。應用。使用 AI 監測新聞，如黃仁勳動態，快速買入相關股票，並在漲勢結束前賣出。實用建議：如何開始嘥秒股投資？一、選擇適合的 AI 工具，免費工具 ChatGPT 分析新聞財報 ，Finnep 台股回測；付費工具 TrendSpider 技術分析 ，Hoops AI 即時交易訊號 ，Finatic AI 選股。建議：從免費工具開始熟悉 AI 操作後，再考慮付費平台。二、學習基本投資知識，了解基本面、財報產業趨勢和技術面、K 線支撐日曆，以便理解些的推薦邏輯。參加線上課程或講座，如 Finatic 的投資教室，以提升技能。三、設定風險管理。短線交易風險高，建議設定止損點，如5%到10%，避免大額損失。分散投資於多檔細概念股，如台積電、輝達，降低單一股票風險。四、實時監測與快速執行。使用 AI 工具監測新聞和社群數據，如 Sun 每日分析2萬條社群貼紙，捕捉市場情緒變化。選擇支援快速交易的券商平台，如 BTCC 支援 AI 概念股合約交易。五、小額測試，逐步放大。初學者可從小額資金開始，測試 AI 選股或交易策略的有效性，例如使用 Stock Hero 的模擬交易功能，驗證策略後再投入真實資金結論。AI 在秒股投資中提供了強大的數據分析和自動化能力，特別適合快速交易環境。然而，成功的關鍵在於選擇可靠的 AI 工具，確保數據質量結合自身投資知識，並嚴格執行風險管理。雖然 AI 無法保證必勝，但通過合理應用如選股、量化交易概念股投資，能在短期內提高獲利機會。案例顯示 ChatGPT、SMBC 日興證券的 AI 工具以及台股 AI 概念股的熱潮，都證明了 AI 在快速交易中的潛力。免責聲明：投資有風險，AI 工具的建議僅供參考，投資者應獨立判斷並承擔風險。建議參考專業財經媒體如財訊天下雜誌或諮詢財務顧問。若喜歡這套影片，歡迎訂閱觀看、點讚和分享，你的支持是我們的動力。